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咧信報財經新聞同 Now 財經台嘅聯成節目市場訊息。咁啊，正當全球嘅焦點咧繼續喺美國同伊朗會唔會真正達成停火協議之際咧嚇，油價亦都會唔會繼續上升咧嚇？咁啊，其實呢段時間入邊嘅投資市場咧都出現咗幾個嘅另類贏家㗎。咁啊，到底佢哋點解可以跑出嚟緊？仲有幾大嘅投資價值咧？咁啊，當中又有咩風險咧？大家需要注意咧。今集我哋請嚟嘅財經分析員啊，亦都係我哋信報嘅專欄作家李星陽 Ivan 咧，同我哋分析下嘅。歡迎你啊 Ivan。係，大家好。係啊，咁啊，大家咧都好關心呢場美伊戰事咧幾時咧先會係真正唔使再打落去啦。咁啊，講到呢樣嘢咧，其實都唔可以唔提呢個預測市場啊。呢個就係prediction market 啊。咁啊，呢一個係近期咧外國同香港好 hit 嘅 terms 啊。咁其實早起咧80年代、90年代咧開始咧已經出現㗎啦。咁啊，無論喺政治啊、經濟啊、體育啊呢啲事件嘅結果預測咧，都可以咧係進行交易㗎。咁亦都係咧坊間所講嘅萬物皆可賭啊。咁嚟到今次嘅美伊戰事咧，咁啊突然間又炒到興合合啦。咁啊之前咧已經有咧係多個嘅可疑內幕人士啊，咁啊據報咧喺預測市場入邊嘅平台咧就壓住咗嚇，就美國對伊朗咧係發動攻擊。咁啊，勁賺咗咧120萬美金㗎。咁啊，Ivan 啊，呢一個嘅係預測市場啊，點解會特別喺今次嘅係戰事中咧係咁多人注視咧？咁啊，背後佢嘅操作啊，同投資股票啦，又有啲咩分別咁樣？我諗佢同投資股票就幾唔同嘅，即係佢基本上邊就其實冇一個中央嘅莊家嘅，咁基本上就係啲用家自己本身喺度可以講係對賭啦。咁入邊其實可以佢叫做一個合約，即係可以俾你去話投注，即係佢唔係叫投注咁，但係可以俾你去買嘅合約，咁就好多元化。譬如你頭先講嘅可能係戰爭啦，譬如之前可能係會有美國會唔會入侵委內瑞拉啦，咁然後到一啲嘢即係趣味性啲嘅，譬如Elon Musk 咁，佢一個月會出幾多個 post， 或者譬如係香港嘅都有噶，譬如涉及香港咁過嚟緊個夏天個溫度會唔會破紀錄咁創新高？咁呢啲基本上全部都會有不同嘅合約嘅。咁當然我諗，譬如話大家好關心嗰啲嘅政治事件啦，譬如我哋都見到好多人，即係譬如喺茶餐廳啊、喺公司啊，都好多意見發表。咁平時冇機會去叫咩去證實自己啊嘛。咁然後其實個個好想講咁，但係而家難得有一個機會俾佢去即係真金白銀證明自己啱唔啱啦。咁所以就引嚟咗好大嘅興趣同討論咯。咁啊，好多人話咁啊，你哋開即係做莊，你話就雖然唔係一個莊家啦嚇，咁但係預測市場喺佢嘅角度啊，經營者嘅角度係咪真係穩賺不賠先？我相信就係嘅。當然其實兩間公司都唔係上市公司啦，咁冇特別公開個財報。咁但係大概你諗下個情況就係，即係佢甚至唔係話同你去對賭嘅，即係你哋啲用家自己喺度互相較量啦。咁佢其實從中只不過係抽傭嘅啫，咁當然佢有一定嘅開支嘅，即係嗰啲基建啊、IT 嗰啲會有一定開支。咁但係其實你個量只要做得夠大嘅話，其實你用家點樣，即係無論個戰爭最後點樣，即係所有嘢嘅結果其實同佢無關嘅。佢等於好似麻雀館咁，佢當中抽水嘅啫。咁個量做得夠大，其實就我諗同意你講嗰個字就係穩賺不賠嘅，應該近乎。咁啊，佢嗰個特色咧，同之前嗰啲係即係博彩網站咧，係咪即係其實係咪所有交易都係可以用加密貨幣去進行咧？咁會唔會係即係依近年嚟興起啦？可能真係多咗人去玩呢樣嘢嚇。以我所知就我自己就冇呢個參與過。咁但係以我所知頭先你提嗰兩個平台都係用加密貨幣嘅，咁會同譬如傳統博彩有些少唔同咧。另一個特色就係傳統博彩即係始終都係個莊家開個盤口俾你，咁但係呢一啲就真係你哋大家用家自己做啦，咁就莊家就唔需要錯。咁其實對於個經營者嚟講，你可以話個風險就更加再低啲嘅，即係基本上無論發生任何嘢，即係唔存在我哋話嗰啲咩煲爆莊嗰啲嘢，基本上就唔會發生嘅。咁啊，頭先我哋咧就講咗預測市場係點樣操作啦。咁啊，不如我哋都講下啦。嚟緊嘅預測市場有咩利弊？咁啊，大家需要去留意啦。咁啊，我哋咧喺信報嘅專欄作家咧，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
經濟系副教授曾國平咧寫過唔少文章㗎，咁啊分析預測市場成風嘅現象。咁佢喺其中一篇嘅標題係特朗普大旺預測市場嘅文章提到特朗普行事咧風格咧出人意表，做事難以捉摸。咁啊正因為咁咧，預測市場咧可以幫我哋去睇清楚佢嘅走向喎。以呢個美伊戰火為例啦嚇，咁特朗普4月7號朝早咧就宣稱話係咩嘅文明消失嘅，要伊朗。咁當大家都被各種嘅末日預測轟炸，咁當日嘅預測市場咧喺晏晝4點左右咧，你就會睇到咧其實雙方停戰嘅曙光喎有。咁6點鐘之後咧更加可以肯定啦，美伊軍事行動咧係會暫停。咁所以咧係曾國平認為咁特朗普唔單止係令到預測市場係興旺而咧預測市場嘅同時咧又可以俾我哋咧係睇清楚特朗普個人嘅。咁所以咧多啲留意預測市場咧，反而可能會較為客觀咁睇清楚事態嘅最新發展。內文講到啦，呢啲由真金白銀競爭出嚟嘅價格咧，始終係有參考價值嘅。可以為咧亂糟糟嘅事實咧係理出多一啲嘅線索。似乎咧曾國平嘅覺得咧係預測市場對我哋嚟講咧都有些少用處喎。翻到嚟同 Ivan 傾傾啦。個預測市場咧而家係不斷咁樣膨脹咧，越嚟越多人係參與。睇翻兩大嘅龍頭平台Kalshi 同埋 Polymarket 咧兩個平台2026年以嚟已經合共咧創造出至少600億美金嘅交易量超越晒2025年嘅全年嘅數字㗎啦。華爾街投行咧伯恩斯坦甚至係高度睇好，話咧預測市場嘅未來嘅爆發潛力咧，預期2026年全年嘅交易量咧有望高見係2400億美元㗎。有關嘅產業咧喺2030年嘅交易量咧，仲有望突破咧係1萬億美金咁多。講緊係大概咧係78000億港元啦。有市場人士睇得咁好啦。但係亦都有啲講法咧，會擔心咧係會唔會助長咗個內幕交易。規管嗰方面咧，亦都會引嚟一啲嘅憂慮嘅。Ivan 你自己對於呢個預測市場咧嘅發展咧樂唔樂觀咧？2026年有咩利有咩弊？麻煩你同我哋分析下啦。樂觀，如果你講個交易量嗰啲咧，肯定再會好火爆成長噶啦，因為越嚟越多人知道啦，越嚟越多人會參與。咁但係個挑戰就好明顯會嚟自監管嗰方面啦。即係其實你嗱，當然呢個每個人有每個人嘅睇法，但係你問我呢個基本上就同一個博彩就近乎係冇分別嘅。當然佢哋聲稱係預測市場咧，咁但係其實譬如上邊都有呢個體育嘅博彩嘅，咁個玩法基本上同你話呢個傳統嘅體育博彩基本上係完全一樣㗎啦。咁所以講到明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賭博嚟啦。咁但係喺美國個監管而家都係有少少灰色地帶，其實就合法嘅。佢而家係經呢個期貨嗰邊嘅監管機構去監管嘅。咁但係到底譬如話外國到底會點處咧？有啲國家就禁咗嘅。咁香港而家處於一個灰色地帶啦。咁同埋頭先你提到即係如何去防止一啲嘅內幕交易咧，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其實而家嚟講就好難防嘅。咁變咗譬如話你一啲普通人去參與，其實我自己覺得嗰個風險都係幾大嘅，因為其實即係人哋知嘅嘢係多過你嘅往往。我自己咧就當然都冇買賣過嘅冇交易過，但係都會上去望下有啲咩得意嘅盤口又或者係佢有好多政治或者係經濟嘅事件都去估嘅咁你頭先講到即係天氣各樣嘢都有得到嘅。咁有冇話近期仲觀察到啲咩得意嘅預測開出嚟俾大家去估嘅咧？好多㗎，例如我喺信報嘅專欄都有寫過，即係譬如佢有一個係呢個耶穌會唔會重臨咁2027年咁，其實都會有嘅。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到底呢個合約到底有啲咩啟示咧？咁另外各種大大小嘅事情，譬如由美國嘅中期選舉甚至世界盃甚至嚟緊邊個會攞諾貝爾文學獎咁呢啲全部都正如你講嗰句啦，節目講嗰句，基本上就萬事皆可賭嘅。咁但係就睇下就好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係的確係好多嘅內幕交易喺度嘅。咁其實係幾唔着數嘅，如果普通人去參與嘅話。
係咁啊，畢竟預測市場咧或多或少咧，呢啲係投機啦，同賭博嘅成分啦。咁啊，今次我哋咧只係分析呢個現象嘅啫，咁啊同埋有關嘅風險咧，咁啊大家一定要係切記留意啦。咁啊，呢一節咧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一節我哋會咧繼續講下今次美伊戰事當中咧，仲有邊兩個嘅另類贏家啦。咁啊，轉頭見。2026市場風雲色變，股樓金匯債、AI、虛擬貨幣邊瓣值得投資？信報聯成 Now 財經台打造全新節目《市場訊息》，信報分析員、投資專家逢星期一早上8點半一齊同大家焦點拆局。翻到嚟第二節嘅市場訊息咧，咁啊繼續同財經分析員啊兼信報專欄作家咧李星陽 Ivan 咧講下美伊戰爭當中嘅另類贏家啦。咁啊 Ivan 啊放眼全球嘅投資市場啦，咁啊日本股市咧都可以話係即係超級強勁啊，咁啊不斷喺啲高位度突破嘅，之前都係。咁啊講下咧，都就嚟逼近6萬點大關㗎啦。啊咁啊當中咧，我哋見到啲日本嘅軍工相關嘅概念股嘅表現都唔失禮啊。咁啊例子有三菱重工啊、川崎重工等等啦。咁啊三菱重工咧，咁啊更加喺個多月前度啦嚇，咁啊曾經見過咧係大概係5200蚊日元嘅歷史高位㗎。咁啊日本啊，咁啊作為美國嘅係盟友之一啦，咁啊首相高市早苗咧，亦都係同特朗普都非常之友好啦。咁啊，Ivan 啊，你認為啊日本嘅軍工股喺今次嘅美伊戰爭咧，以至係嚟緊嘅國際形勢嗰方面咧，會發展成點咧嚇？其實軍工股呢樣嘢咧，基本上由幾年前俄烏戰爭開始已經就不停升㗎啦。咁其實我諗都唔係淨係睇呢一刻嗰個衝突嘅，而係真係正如你頭先所講，一個國際大勢唔同咗啦。咁你見即係美國可能係唔想，即係唔知係佢真係綜合實力下降啊，定係呢個有能力，只不過佢唔想介入咁多事務。咁你見到其實佢整體可能話甚至話退出北約啊，各樣嘢啊，或者叫啲盟友你自己搞掂佢啊，你自己要做多啲軍費啊。咁所以見到其實係全球係好多國家都人人自保嘅，即係開始有少少軍備競賽嘅味道喺度啦，咁所以會見到啲軍工股就一定不停咁升上去咯。咁日本佢自己作為一個比較大嘅國家啦，你太細嘅國家就一定係外求啦。咁但係日本本身人口多啦，亦都個工業嘅基礎比較厚一啲啦。其實好多嘢都會希望係自己呢個做到國防自足嘅，甚至乎有機會係出口啦。咁所以日本嗰幾大嘅公司都做得幾好。當然其實頭先我哋講嗰啲都唔係一啲完全嘅軍工股嚟嘅，咁佢哋有好多嘅事務嘅，好多唔同嘅業務啦。咁但係即係因為亦都日本股都強啦，所以呢啲嘢就升晒上去嘅。咁我諗嚟緊都係一個比較大漲小回個格局嘅，因為你睇啲訂單啊嗰啲嘢，的確係一路係咁升上去嘅。以前我哋講打仗咁，梗係飛機大炮啊，係航空母艦啊咁樣樣啊。咁而家嚟講，其實即係新一代嘅戰士嚟講，呢啲軍工股其實佢嘅個強勢喺邊度咧？你講得好啱啦，喺譬如話俄烏戰爭或者今次對伊朗嘅個衝突，大家更加見到嘅，即係個世界同我哋，就算我哋啦，我哋後生啲嗰陣睇咩波斯灣戰爭已經好唔同啦，即係以前就飛機啊、航空母艦啊或者地面部隊啦，而家你見基本上唔係好多呢類嘅嘢。俄烏戰爭嗰陣都有，咁但係去到伊朗嗰陣，其實好多都係一啲雙方都係一啲無人機啊，或者涉及好多 AI 嘅戰爭，咁所以其實會見到好多嘅資本市場嘅炒作咧，都係去咗呢一啲嘅東西度嘅無人機、AI 或者呢類相關嘅嘢。咁但係個問題係嗰啲公司好多都係一啲比較細嘅公司啦，咁所以就個投機味比較濃嘅，有啲可能未有盈利咯。係。咁啊，真係喎！你頭先講到一啲無人機啊、AI 嗰啲咧，就啱啱即係而家最新咧喺美國上市都有一間叫做係
個代碼叫 AVEX 啊 ，Avis 啊，咁佢係即係啲 AI 概念嘅軍用無人機供應商喎嚇。咁個集資規模唔大嘅，超過3億美金啦。咁睇下佢個表現係點樣啦，都係要觀望住㗎嚇。咁咧就好啦，我哋咧最後講埋第3個喺美伊戰事嘅另類贏家，就係咩咧？就係新能源啦。又或者叫綠色能源啦。事關咧霍爾木茲海峽啊，呢條承載全球大約係2成原油運輸嘅航道啦。最終可唔可以完全係恢復暢通無阻咧？我哋都仲係要等消息㗎嚇。但係呢件事咧可以話咧已經係令到個油價之前急升得好誇張啦。國際能源署咧亦都係指出咧，今輪嘅危機咧係史上最嚴重嘅石油供應嘅中斷，加速咧全球咧能源體系嘅重構。Ivan 啊，市場上都唔少聲音咧係話呢個係綠色能源咧可以成為能源安全嘅係剛需替代啊。你又點樣解讀呢一種講法咧？相信絕對係啊！即係綠色能源呢樣嘢，我諗講咗都好耐啦，講咗20幾30年㗎啦。咁中間個發展都有起起跌跌嘅，即係譬如可能到特朗普上台嗰陣，咁你知特朗普其實係比較傾向一個右翼啲，咁佢會中意傳統嗰啲石油化工石油嘅化石燃料嗰類嘅多啲嘅。咁但係成個發展我相信都係會向多啲綠能嗰方面走嘅，全世界都係啦。因為就係今次嘅衝突俾你見到，咁你話個油價會唔會回落翻？咁呢啲我唔清楚啦，相信都會嘅。咁但係我哋又係如果投資嘅睇個大格局睇遠少少，其實大家會見到，咦，原來伊朗佢掌握咗個海峽，咁呢個能力似乎係幾強嘅，即係你見到某程度上都係握住咗個咽喉咁，然後逼呢個美國同佢談判嘅。咁就算今次傾得成，我相信最終都會傾得成嘅。咁但係今次傾得成都好，咁啲人會好擔心，喂，會唔會下年你又嚟過啊？咁一定會擔心呢樣嘢，咁一定會希望做多啲，一來係國內自給自足啦。咁但係你有啲國家自己本身唔係產油噶嘛，咁你咪會希望用多啲嘅綠色能源咯。所以你見到其實好多相關嘅股份呢排都好強勢。係咁即係你都擔心咧。如果係戰事僵持不下咧，都係個能源安全咧，其實咧都個問題幾嚴重啊。綠能我哋成日講綠能啦，即係包括可能係風電啊、太陽能啊呢一類啦嚇。好啦，你又覺得邊一啲嘅係新能源公司係特別跑出咧？我同你做節目之前都傾下偈啊，你都話有一間嘅日股咧，你係特別有興趣嘅，咁係邊間啊？係啦，我會中意一啲電池相關嘅東西多啲啦。不過講明我就絕對唔係一個行業專家嚟嘅，即係其實大勢就係咁噶啦。呢個我相信就幾有信心。咁但係你有啲行業咧就個割喉式競爭太大，咁可能我未必太中意。即係個行業發展好大，唔代表你賺到錢，亦都唔代表個股價得嘅。咁譬如電池嗰個技術門檻或者個規模經濟嗰個效應比較明顯啲，啲公司個護城河強啲嘅。咁我自己其實早幾年就買一隻日本股啦，就其實個名大家都好熟悉嘅 Panasonic。咁但係其實佢而家就好多係做電池方面嘅業務啦。即係唔係做電器，即係可能好少啦，比重已經係啦，即係傳統嗰啲嘅。如果我哋講傳統嗰啲家電嗰啲，其實就個利率好低啦，亦都其實俾話內地嗰啲嘅公司搶佔晒啦。但係調翻轉頭，佢而家做多啲電池嗰方面嘅東西，咁其實都會係幾個技術啊，或者個地位方面都其實係領先全球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熒光幕睇到咧係從下喺一年嘅股價走勢咧都係好犀利下，大家都可以關注下。至於你頭先講咧，即係能源嗰方面咧，我知道你對呢個核能嗰方面咧都有啲係興趣或者係都幾睇好下，係咪咧？亦都係啦，即係無論你話個戰爭會係咪短期舒緩都好，大家都係講國內自給自足啊，能源安全呢啲嘢好肯定㗎啦，亦都好擔心，即係譬如再有啲甚至乎話，如果個規模衝突規模再大啲，咁下次分分鐘你而家只不過係啲油貴啫，咁但係你都有得用啦。但係會唔會即係再嚴重啲，分分鐘會油荒嗰樣嘢咧？咁核能呢樣嘢亦都係啦，我哋細個已經講㗎啦，30-40年咁，中途亦都有好多嘅爭拗嘅，永遠都係個安全啊嗰樣嘢啦。咁但
個輿論啊或者公眾嘅印象其實都係一時時嘅啫。即係譬如2011年日本啱啱發生咗個災禍之後，咁當然就冇人支持核電啦。咁但係事隔10幾年咧，其實全世界都會行多啲核電嗰方面㗎啦。咁一樣嘅，其實相關嗰啲嘅公司，無論係日本股、美股，其實都好強嘅呢期。咁啊，中國嗰方面核能亦都係發展得幾好下嘅。咁啊，好似有啲報道咧，即係話係其實喺核能嚟講咧，中國可以同時間處理建造50個核電廠㗎。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咁啊，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觀眾都比較係熟悉嘅，比亞迪啊、寧德時代呢一啲咧，都係電動車，都係一啲新能源嘅一啲嘅因素啦，係一啲嘅元素啦。咁啊，部署上又可以點做咧嚇？造車嗰啲我自己就會小心啲嘅，即係比亞迪個技術當然王治啦，賣得非常之好嘅，而且唔係淨係國內啦，基本上衝出世界，即係我諗係比較少數可以話真係全世界流行嘅一個中國品牌。咁但係賣得就話賣得，但係呢個市場其實個門檻都唔係真係咁高。當然你唔好叫我去整啦，即係我唔識整車啦。咁但係你會睇得到其實好多都係一個割喉嘅競爭。咁其實個唔同品牌之間個差異化其實好細嘅，即係好多如果買車嘅人其實都係睇邊部平啲啦。咁變咗其實你見個競爭太激烈啦。咁我自己唔係太中意呢個行業嘅。寧德時代就好唔同啦，即係佢調翻轉嚟佢係電池方面。咁你見到呢排股價好強啦，早排咁啱啱話配股咁，然後其實見過，但係個季度業績都好強嘅。咁我諗會係呢一類嘅公司，我自己會中意多啲咯。咁但係會唔會貴啊？喺個估值嗰方面，寧德時代都會㗎，所以我自己就冇持有嘅。咁但係你發現就呢個就個矛盾啦，長期都咁貴㗎啦，咁就大家去諗下。但係即係我承認我係覺得太貴，所以一路都冇買嘅。咁但係你見其實個生意又真係一路做得好好喎。咁永遠有個咁嘅兩難喺度㗎啦。係咁啊，貴啊，總會有原因嘅。係啦。咁啊，嗰個季度業績係犀利嘅。咁啊，如果用翻我哋EGFQ 系統都睇翻咧，其實個預測市盈率咧都有接近30倍度啦。咁啊，睇下你覺得貴唔貴啦？咁啊，分析完嘅平均目標價咧，大概係660蚊嘅。咁呢個唔知係反映咗今次佢個季度業績出嚟未啦嚇？咁啊，大家都可以關注。咁啊，當然知啦，呢一啲其實股價嚟講都好波動下㗎嚇，可以咁啊，所以其實市場咧都有啲係 ETF 嚟講咧，都係去值得部署。咁啊，Ivan 你覺得都係同唔同意咁樣去做咧嚇？都會係嘅。如果 ETF 就會分散多啲咯，即係你避免集中於一間公司咯，咁都會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係啊，咁啊可能係一啲包括清潔嘅節能啊，以至到係呢一啲嘅係電動車都有 ETF 嘅選擇嘅。咁啊好啦，咁啊聽完 Ivan 咧咁詳細嘅分析咧，咁希望可以咧係幫大家了解到咧喺戰事底下嘅3大另類贏家㗎。咁啊並且係作出咧係相應嘅部署啦。咁啊再次多謝 Ivan 李星陽咧上嚟我哋嘅節目，我多謝你喎。好，多謝大家。咁啊想重溫翻今集嘅內容，咁啊大家可以去翻 Now 嘅財經 App， 以至到係 Facebook 嘅專頁啦。咁啊同埋我哋信報嘅 YouTube 頻道咧係睇翻㗎。咁啊下一次再同大家探討市場信息啦，拜拜。